欢迎收看9月24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。新闻一开始，先关心屏东民用山游工厂的火灾。根据屏东县政府的统计，死伤人数拢总是7人死亡，107人受伤。最新的消息，透早6点多，佮找到一个遗体，新分过来确认。县长周春米表示，这届确定4个消防人员殉职，会协助采入中烈士。今仔这场火灾烧28点钟，总算伫9点56分宣告拍花。屏东民用公司大火23下昼5点47，摕到第4位因公殉职的消防人员的尸体。屏东县长周春米讲，不幸因公殉职的消防员任务结束，县府会协助申请烈士中烈士，以慰英灵。我们总共有4名的消防弟兄因公殉职。那7名的消防弟兄，包括义消1名，现在就是住院治疗当中。昨天1点多的时候吧，就是一个小队长打电话来，我是钟宝宝，我说对不起，我睡不着，讲真的一句话，心痛啊，非常的痛啊。大火烧28点钟，第23暗9点56宣告拍花，所落来是处理残火。县长进场开始学找失联的3位民用的员工，进前被救出一位29岁女性的员工伤势较严重，伊的妈妈守伫咧监护病房外口。从昨天晚上，我整个晚上连吃也吃不下，连睡也睡不着，在国道上来跟我讲说他内出血。等到我来到屏东的时候，跟我讲说他的脾脏整个碎裂掉，然后后来脾脏已经切除了。县府提供画面，正式伫一开始，警消并无喷水，不过伫拍火过程中，连续发生几多变小型的爆炸。消防局认为业者第一时间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，一直询问业者，你们那边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们抢救中间还一直在爆？就跟我们解释说，有这种东西，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造成消防人员的严重死伤？有人讲是厂房内面囤真侪硬度的物件，也有人讲是粉尘引起沉没。平阳的董事长吴婉义加讲，会伫今仔日下昼3点开重大信息记者会。我们明天会有一个重讯的记者会，不要了，因为我们还是以救灾为主。因那3位失去联络的人，拢是踮喺2楼是同一个部门。消防人员讲，有可能是2楼的天棚崩落了，甲因地掉的。因我认为现场抑有其他的化学物质有危险性，会将物件先刷走，希望会让赶紧找到失联的员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讲到屏东这届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过身，100多人受伤，医护需求大量增加。卫生部长许瑞元就表示，代志发生就随启动紧急医疗网，王必胜站嘛已经伫咧屏东协助跨区的资源调度。尾晚，屏东民用国际工厂大火，造成真侪位消防人员殉职，超过100人受伤。目前由于有民众失联，继续搜救中。现场消防员殉职，张爸爸讲，后生自细汉就真尊敬担任消防员的阿姑，介意救人。接到消息，感觉甲透暝未困。因为他本人话比较少，都是属于默默做事的那个，所以其实来讲呢，同仁都不用操心他，他算是学长。所以在受训期间有蛮多学弟的，他在工作上面会给学弟一些指导。大量伤患涌至屏东保健病院，也紧急调回医护人员救治。院长指出，离收治的15个伤患其中一个，到院进前都无生命现象，都是殉职的细热消防员。突然的这样子，你说我怎么接受？我没有办法接受。另外，14位中5位状况较轻，初步处理了已经登记休困，剩下9位当咧积极治疗中，其中3位较严重。1位就直接进开刀房，那另外1位是因为脾脏破裂，那也是马上进手术室，然后把他就是止血以后，生命真相稳定。那还有1位是吸入性肺炎，就直接住到加护病房，需要用呼吸器。我们大概召回了15名的医师，然后护理人员跟行政员大概合计大概有60几位。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已经启动紧急医疗网。处长王必胜22暗已经落南屏东，若有必要会协助跨区医疗调度。事件发生之后的话，那紧急医疗网就已经启动。那昨天王必胜次长下去，也就是再进一步来协助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跨区的这个医疗的调度那这一个部分呢，以目前的回报来看的话，应该还是足以应付的。
王必承诺南指挥调度医疗照顾，透早也伫面前发文表示，部分伤者伤势真严重，会当知影现场破坏威力真大。部分伤者是移工，除了中介公司人员伫现场帮忙，也请屏东县政府关心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火场的救灾非常危险，有资深的消防人员就指出，若是在火场内底，佮出现闪燃的现象，就要马上撤走，因为这就表示讲，规火场会一时总烧起来，死到就连消防队专业设备共款挡袂牢。为了抢救屏东江庆大火，消防队员到现场抢救，不幸的是有消防队员因为安尼损失，引起外界抵扰，甚至火场有发生闪燃，才致使严重伤亡。有资深的消防员做影片解说闪燃的现象，讲闪燃那亲像消防员的杀手。若温度达到发火温度，室内所有的物品会同时起火，没被火焰烧到的地方也会开始燃烧，顿时陷入火海，这就是闪燃。到底火灾现场是不是发生闪燃，有待火场鉴定报告出来，才会当查清楚。消防专家表示，为了避免进入火场拄到闪燃，大部分消防队员会先确认火场门边的温度，也甲用热显像仪确定内部的温度。若做现场烟雾出现土黄色的，安尼就要设疑可能是闪燃的前兆，因为若火场发生闪燃，温度往往超过600度以上，火场会全部烧起来。准讲消防装备嘛无法度抵抗这个高温，不过为了确保消防员救灾安全，内政部要修正消防法，明定6大类危险性救灾行动，包括进入核生化灾害现场热区，也甲可燃性高压气体加毒化物这危险场所，也有倒塌二类的危险建筑，现场无人命危害时阵，无需要冒险抢救。发现说，它并没有那么大的那么严重，它里面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也没有那么危险。那你为什么不进去？那你就因为这些条件，你就把它排斥掉。那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究责的一个部分啊，所以说其实对消防员这是一个两难。专家指出，一旦发现火场可能出现闪燃，消防员上好随拍落，避免皮肤接触到火。若做见着无得着，上好是赶紧撤离。安尼无论装备甲训练更加专业，恐惊嘛无法度逃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今日的报纸重点，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这届一直咧压进口2个龙销面册未涨价，班主讲因为厝内人受到恐吓，所以伊面册要暂停经营。桃市警察局主动追查恐吓者的身份，目前嘛查出网络地址是伫墨西哥，佮有沙瓦多遐登录的。再来是《联合报》，比如惠船提赛轮伫咧高雄港外口沉去已经2个月，海运费罚5届，拢总50万40万。港公司阁先倒出3.5亿到豪宅的货柜加清乌油，即马要来讨赔，毋过船头家到当是放雨烂，海法修法的第一件重大案件，恐惊是会讨无赔。最后是自由时报，经济部发布8月大盘线卖甲卖价营业统计，因为类似有较兴，所以营业额拢是历来共这个月上悬的记录。那照安尼说，凡世嘛会当创下全年的上悬记录。继续来看台北大直林家厝的崩塌，按算明仔载就要拆，不过基台拆除计划到即马拢也未完成。有市议员就指控，早伫是司法前3天，基台就收到起造数理异常的报告，佮坚持唔停工。基台是回应专案即马已经进入司法调查，不便说明。限资格。后巷的威力倒去，就连栏杆嘛变形，挖紧爱听塌落去，25户厝就敢若伫边啊，煞互人认定结构安全，也引起自害疑虑。大地塌落去的民家要伫25执行拆除，不过基台拆除作业到即马也未完成。25号就要拆嘛，那我们坐在旁边，一定影响最大啦，担心它会下线啦。因为地下你也不知道啊。我们会尽速要求基台提出拆除计划，好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将他现的建物拆除。监管处表示，拆除的时阵，必要住户敢需要进行必要的疏散，爱疏散偌济人，也是需要看拆除计划决定。市议员嘛指控，早伫发生代志的前3天，基台都有收到数达无正常的报告，不过煞无停工。9月4号、9月5号、9月6号，诸多的数值都告诉基泰，你的这块基地相当的危险。基泰真的是为了要继续来动工他这块基地，草菅人命啊！
这简直就是蓄意杀人！我吓一跳，我今天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家的房子在前3天就有问题。之前基泰都一直跟我讲说，我们家里没有问题，说数据都正常。公司的态度就是等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出炉再表示意见。市长周万安表示，相关监测资料已经移送警方也甲检调，司法嘛已经介入调查。若真有查到不法，一定会依法办理，绝对会宽容。廉政署日搜查基泰建设，并带回真侪人员。经透查询问了后，如令姓王的建筑师60万块交保，基泰特地按专案的县区护理，服役营造县长的工地主任是分别以25万加10万块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，经过1礼拜罢工抗议，讲因为劳资谈判拖到收班，当要甲罢工的行动分到全美国20个州、38城市，罢工人数有将近2万人。工会嘛有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去到现场做阵罢工。大社会无加薪，就无零件扣付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伫密西根州斯泰兰蒂斯汽车零件厂的员工，日提票语持续进行罢工抗议。这届 UAW 头一届针对包括福特、通用汽车加斯泰兰蒂斯三大车厂的罢工行动，为15开始，因为劳资谈判进展真慢。UAW 伫宣布，甲罢工的行动升级，要求全美国20州、38城市的汽车零件厂的员工拢加入罢工行列，罢工的人数会挖近2万人。We want better wages because of inflation right now. The wages that we have is not meeting our needs. We're out here today for a better. We deserve better. For record profits equals record contracts. 美国汽车产业占整体 GDP 的3%，三大车厂的头家去年薪资拢超过2000万美金，不过工会的员工煞拢赚无钱，甚至经历疫情加通货膨胀的打击，所以 UAW 上起先是要求爱签一份4年的合约，其中包括加薪40%。每礼拜32点钟的工作制加40点钟的工资制，也加国发传统的养老金加生活费调整。不过三大车厂是讲，为了研发电动车，公司的成本真悬，无可能达到40%的调薪幅度。UAW 的主席费恩已经加薪要求降为30%左右。福特汽车是展现诚意，不过另外2间车厂立场也是真坚定。So now it's time to hit the picket lines across the country. It's time to show the companies we are united and we are fired up and we are ready for a record contract. It's time to stand up against corporate greed. 这场罢工过去1礼拜，已经让三大车厂损失12亿美金。若做持续扩大，车价可能会转到消费者的身上。UAW 要求美国总统拜登亲身加入罢工行列。拜登日嘛表示，26要前往这届罢工主要的城市密西根州。不过对手川普嘛表示要去密西根州拼场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。根据英国研究，确诊新冠肺炎捌动症单炎的人，伊的肺部、甲脑部等等侪种器官出现异常的机会，会比无确诊过悬几啊倍。这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真侪病患复原了后，会出现忝甲喘气紧这寡长新冠的症状。这份针对长新冠的研究，23刊登伫上星期的7个针呼吸医学期间，头一摆针对因为新冠肺炎住院了的病患，对因包括大脑、心脏、肝、腰子、甲肺这器官进行核磁共振 MRI 扫描。研究将2020到2021年英国各地259位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成年人器官扫描，甲无确诊过52人对照比较，研究发现，约1/3的确诊患者伫出院了后，平均5个月会有1个以上的器官出现异常，其中出现肺部异常的几率，比毋捌确诊者悬出14倍，大脑异常的可能性悬出3倍，也毋过心脏甲肝的功能变化无大。所谓的长新冠记的，就是一寡确诊者康复了后出现真歹理解的长期症状，可能包括慢性疲劳、喘气紧、嗅觉消失、筋膜无力、脑部甚至精神方面的疾病。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，牛津大学的贝蒂拉曼教授指出，器官出现异常的情况，也甲病人的年纪、病情严重程度、甲确诊迄当时患者感受抑个
有其他疾病有关系。专家指出，这项研究上大的意义，到伫协助医学界更加了解长新冠发生的原因，也会当针对长新冠研发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方式。根据最新统计，全球已经有6.95亿人确诊，也有6.6亿人康复。那对抗长新冠等社会问题，也是医学界需要更加关注的议题。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。因为天气热、雨落多，国内天狗热的疫情严重。今年的病例数已经是这10年以来第2高的，最后拢集中伫台南、云林甲高雄。目前中央跨部会甲地方政府要加强防治工作，提供病院天狗热的快筛试剂，协助临床的判断。国内天狗热疫情创下过去10年同期病例第2高的纪录，累计到20日已经有9380例。行政长陈建仁今仔日早起特别到立法院做疫情专案报告，不过说来就是中秋甲国庆连假，到时阵民众南来北往，敢会增加烧危风险呢？各地的资讯也要清楚哈，你要到疫区去的时候呢，要避免被蚊虫叮咬。万一叮咬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发现自己已经得到感染，去接受治疗。那这个时候，他在治疗过程当中，病毒也不会传给蚊子，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控制。陈建仁表示，会请卫福部加强宣传，民众到疫区爱喷防范蚊仔水、穿长袜的，若做有症头爱赶紧就医做体检。为着因应国内天狗热的疫情，中央嘛加强跨部会协调工作，有卫福部甲环境部开联络会议，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甲环境部嘛伫台南疫区指挥应变，目前未成立全国指挥中心。根据最新资料，病原蚊的指数有个降低趋势，不过袂使伤放心。未来2礼拜至3礼拜是关键期，目前提供快筛试剂帮助临床加速诊断。快筛试剂大概在30分钟内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登革热的一个确定病例。如果是确认的话，那就可以采取必要的一些作为。目前国际有2种天狗热疫苗，卫福部派人去考察，不过因为这2种疫苗伫美国是适用捌感染过天狗热9岁至16岁的囡仔，有部分专家是烦恼，若这组疫苗过去定着感染，有可能引起免疫风暴致死重症。目前国内暂时无购买疫苗的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后礼拜5就是中秋，真侪民众拢会烘肉，家己的传统市场内底卖肉的单就讲，因为民众惊肉的起价，真侪人拢是提早来注文。当朝烘蚵仔店头嘛讲，今年蚵仔量有较少，价数嘛较悬。大部分业者拢是无互民众订货，也是送到厝的服务。马大店头家无用款了，赶要互人摕订单。头家讲，今年猪肉的价数目前甲旧年同款，民众惊中秋的时阵会阁起价，所以早早就来注文款中秋的肉品。猪肉去年180，今年是180都没有涨。大家拢讲惊阁起足悬的，所以大家真还未起，大家拢提早订。除了肉品以外，海产嘛是真侪人中秋烘肉的食材。嘉义县东石的蚵仔，今年受到风台影响，产量较少，价数较悬，所以今年业者较无做配送到厝的服务。蚵仔有较少，因为减几啊成，蚵仔今年的蚵仔嘛是会较贵。今年开价现在已经有都开到80至100了。实在业者讲，虽然有一寡食材有起价，民众烘肉爱用的肉类甲海产也是有真大的需求。3天的连续假期，会晓算的家庭，即马已经开始款物件。业者讲，愈晚中秋买去应该愈旺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每年2024台南就建成400栋，其中安平古堡内底热人者博物馆是真重要历史建物。但是文化局办展览，展出对17世纪到日本时代计共2000多件历史文物，嘛甲生态合作设 AI 的展览，互民众看到热人者古早的模样。厝边活动装置有声音兼投影17世纪荷兰时代吉兰加堡瑞甲市定缩小建筑的模型，为着要互大家了解府城的历史背景，市府参成功大学合作，伫安平古堡内的吉兰加博物馆办展览。电视文化局指出，400年前荷兰人伫安平设贸易据点，拍开台湾参世界交流的机会。另外，因头一届结合 AR 技术，民众只要扫 QR code， 就会看到英国吉兰加城伫遮的模样。原来以前是长荷兰式的城堡是长这样子的，而且呢，可以随着 AR 的这个现代的技术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实地的走来走去，然后相互的古今对照。大家可以利用平板跟手机，直接去
看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当时日安遮城的哪一个地方，好，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更了解17世纪的当时的样貌。展览以台湾到台湾做主题，博览馆的柜仔嘛，展示各种文物。有2000件对17世纪到日本时代出土的文物，文化局表示，这嘛反映安平考古的成果，嘛证明安平地区正做跨国文化交界的重要所在。其实出土了很多像瓷器啦，甚至于是那个烟斗，这个来自于欧洲的那个酒壶，或者来自于中国福建的安平壶，其实都在说明安平这个地方的一种朝向世界的性格啦。经过时代演变，自荷兰时期到今，甘那村部分的建物留落来，无法度看到原本的起造。不过，即卖会使透过艺人节博物馆，互众人了解台南古城的源头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下晡晡天气来看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。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。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，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，大岛地区27度到33度。感谢你收看这则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